Okay, start broadcast. Tama ba broadcast atau be start jeng wajah scene room. Baru saya ambil waktu ha. Ang kaya hallway jam kaya sih. 哎呦，我冇話地講緊電話能聽。你咪做香港咯，頭款住宿即個是賓館講嗰叫人超話解。叫你知興啊，叫你知後都有。Baru start recording ha. 我都未識，我未識過。OK OK。因為我覺得係，好了。pizza 個係。Seafood cold pizza. Oh, kenapa你人recording嘅嗬？阿 John， 你想 explain 就係呢個 topic 是講嘅咩哦？我唔知，我唔想講我。你看一集，你睇看一集，之後你要睇哦。超累啦，超好累啦。啊。唔知係 story 咩之類？哦，真係，你但係咪是部 story 嘛？講嘅就講。但係翻部 story 乜講嘅亂。話解。我事實啊，爸爸講事實。點嚟啊？誒，咁佢冇接嚟咩？我呢係。哦。佢而家講揸機就咪揸車嗬？冇關recording嘅，但係揸盤。依家就係6點咪去排隊做 passport。講緊6點啊嘛。佢而家我直頭落緊6點就出門咯。伊小英翕啊未？佢咩驚翕咩事咪就笨啦。對，咁樣係啊。哎呀，各位聽眾，歡迎我們再到啲嚟聽邊咧福建嘅節目，這禮拜我個別店，我嘅嘉賓是個別店，來個別餅子拗，哎呦，死位pizza走出嚟，到底我嘴角撈出嚟咯，個別餅子拗，大餅子拗。古靈冰啦！哇，sorry，古靈冰字啊！啊，係，你講比較揼咯。有一個大粒頭一粒，半赤色嘅大粒頭。歡迎來邊咧學嘅節目，這禮拜咧，我自己講到個別點嗬，我咪講跳出嚟，我講聽咩事我想到這話題啦。單我禮拜是，我係一朋友老朋友冇看到20年，伊都好來一邊，看是啲，然後我咪出去食咯，都會真正一年冇都得一大 LA 啦 normally，然後佢都會是一隻借落來頭前面講 ，OK， 今日接我請，人未使教我請，老朋友咧一年嗬。上上冇學第一個是上一鄧蘭坤上過㗎啦，然後我哥哥誒，你應該邊咧學嘅是講啊，即係超成語咯，所以啊，伊當然冇如果實聽隻節目本咧，有可能聽到本咧，我講跳出嚟，個邊講，我記我一個 friend 嗬，我政府 early 20時啦。伊是一個啊無出類嘅人誒，你無睇你家己去後面繪本下，伊個了無出類，下你物件伊叫嘅物件來個了下，伊就點點嘅，所以我一人特別無會考慮個了。I think 我家伊出去一站啊嗬 ，after that 我直直絕交，我直直買參與。因做人個爹講，佢話講邊咧冇考慮啊？伊想講無物件，伊想打手呢咯。伊個寄物件，伊去個別店叫物件來個伊面前，伊本想打波咯，就我是慢嘅咯，我度俾隻無影好。你唔要計講，考慮。冇咯，冇應該對我請人是唔要緊，就是講 if you take 我 for granted 啊 ，sorry。我買，咁後尾我直直絕交，以前我第一記一個第無考慮嘅人啊。
但我時就是阿超，新加坡阿超就是講啊講，誒你講誒到底買好類嘅人。你這是講是只個別店隻物件，看物件嘅來啊，一計講無好類嘅啦，然後你就睇下啊。嚇，咁了你特別學咁了，包括你愛 share 你個記嘅個伊咁了，你本特別學咁了就對啊。超寬啊！超寬。你這是 reverse of 你搶好類嘅人咯。啊，老闆是想講食早餐啊，上面啊。你唔是食學嘅 food 啦，你早餐看 after food 來啊，嗬，咁了食飽了時嚇，較好類嘛。我講話只吉利咯，超好類。唔再講下。來，買個一樣，你買個一樣，來，我起行啊，把刀買來啊，來。我就是咪講緊你看你物件啦。真嘅安迪，我感覺我要只小碎啊，來，一杯。你捌聽過王子講，一類無好誒，一類未有嘅，使叫我誒。嗰個係個人嘅 tray 啊，人下你係你女入邊一個夾起嚟個掂個堆係人嘅，個係個夾。自類超。嚇！而家就安迪啊，安迪哦，喲。喺後邊就揸就俾台啊，你咪卡渣啊，你就咪超支啊，你咪卡渣計你個別店人講啊，講你可能買計間小女啊，我海係咪物件啊？呢講白呢，真好笑。其實真正我有影愛買車嘅咧，我就講啊，食摩頓樣嗬嚇，咁樣去講到會好女先，其實我哋考慮係啥物物件。有陣時人喺你坐了到頂看了個病去喎，買個解釋，梗係 create a scene 了。係啦，誒，做咩數啦？呢自己超好女啊！哎呀，那是假死啊！真係就俾你白，你忘記啊！你假意，假死，即係點樣做 drama 啦？咪做款就係你。嗱，有錢就款呢。再講。有大咧就是愛面愛 face， 有大咧就是 show off， 有大咧就是 there are many reasons 啊。我人做呢啦。有人是學女士，你而家成日講啊，你而家有時是咪請人食嘅，你會學女，你咪是個請咯，係咯。For 我 the way 我嘅 perspective 就是成個 friends 呢 is take turns 咯。So okay, this time you pay, so next round is you will pay. So even my wife 介意 colleagues 出去食，有時想你人 take turns。But of course 有大人所以款呢，都是掉底賣出嚟咯。即係講點咧。because 我古早細漢嘅時，我 experience 真係係。特別，對我看就是安尼。if 等講賣出不要緊，我出。But 安怎好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我 believe 就是 eventually you have to pay it back one。無是無教咯，成個變朋友啊。No, what I mean is, it's the way what perspective 就是 even 成個人 if 人買出 then 你出 eventually the merits is yours eventually they will have to pay it back. There is always a balance 啊。特別啊，像物件有一種嘅，即是一種嘅壓嚟本就，當然係當人嘅教者啦。我對本來是啊，特別我講條我教者是定住是我朋友講咩請時，我直頭講哦 ，OK，thank you，冇個請。你講the US 嘅了本是個 Dutch 啦嗬，冇講超嘅嚇。US depends 啊，有大時 Dutch 有時就是 take turns， 有大時就是成個煮菜。If you will go Dutch， 人食時嘅 calculator， 你 bill is split 咯。你 pay exactly that 咯。當今較好啊，叮當都被搬嘅時，王子啦，好多看變食嘅。
領導時喺講，邊食？誒個別店人啊，冇啦，攏會使一個人學咧，佢嚟慢慢搬嘛。伊想講，哎呦，伊叫你想講啊，這一種啊嚇，我搬8個人啊，一人 individually 學，哎呦，變惡變炒呢。冇啦，攏會使有一個人學旅遊性咩？了個嚟學嘅了，就對一個人。啊，那麻煩嘛，而家上正人佢就 credit card 呢。哦，有大人 one person 學 saying that eventually 人佢咧學you pay that person but it depends on sometimes you pay 人 pay exact including tips 有大人 pay 時伊人後版買 pay 伊人嘅 share so 伊人 short change 咯 and then in the end you are the one paying for that 加了人嘅碟嗬。人嘅 tip so there are many types 嘅我會記古早細漢嘅時出去Japanese restaurant 咯，到啲 hotel 食甲我嘅 schoolmates 嘅時 there are incidents where 我嘅 schoolmates 人家了但唔知但好彩我等出去嘅時 I make sure 我會 handle so but you learn from that 啦 I mean 我知 you 古靈冰嘅古靈冰，係咪你把槍出嚟啊？我 usually 是500啦。你話真係冇，我覺得如果講成個規班朋友特別去食物件嘅嗬，我嚟正 clean 嘅，我人個了，嚟到就是我人叫makan嘅 event 咯，就係如果講去 food court 係咪個了嗬？แล้ว有6個人，所以我人是安怎咧？我人頭咪講，一人有30塊來係到頂，就6個人是30塊嘅咧係到頂咯。所以係咧嗬，如果了人出嚟6個人，愛去叫蝦米攏去叫，不了就叫啊，無關。了解啦，了人叫下嚟累出咯。了只係事咧，只係事個人講事啊。冇，成個ลู嘛叫個幾隻啊，就嚟咩呢嘛，就 whatever 學嘅米啦，อันนั้นเขาเนาะแล้วลูกก็จะ叫下嚟sate 啦、雞翅啦、ikan panggang 啦、อยู่下嚟啦，嚇，個了下嚟 share 咯，多種哦，所以個了是用下嚟累到出咯。哦，了你，哦，你即係即係，你家己叫嘅物件是到底喺邊入面上補嚟累啊，是家己家己。上補嘅累本咯。哦，你睇你叫個好料咧，冇嘅，冇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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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你叫一人30塊物件。แล้วก็จะว่าbecause ว่า有時我做工嘅時 I mean 我個就去 meet customer 嘅嘛，所以嚟講我 meet customer 咧，我經嘅會就是好種我知道啊，我俾成嘅。哦，成學類啊誒！人試成10啊！阿涵對嚟啊！係咪我住咗拍電話號啊？哦，超女嚟個人。我咪有手掉過，我去拄一個 customer 咯。แล้ว我會記好似9點幾人嚟返咗咋。แล้ว伊咪成日往佢邊往去，而家我做保險嘅嘛，所以我咪係講 insurance 嘅物件咯。所以我咪等伊來安家寶嘛，等伊來一人咪想 ，you know，安尼看9點幾個就是 dinner 了了嘛。所以嗰隻咪叫 copy 啦咯。所以如果我做 customer 有時有出學 customer 本啊。所以我咪 order copy 啊，等你，แล้ว伊安家寶來，แล้วยัง一人叫就 copy。媽咧，伊安家寶 order spaghetti。แล้ว人就想無理有人叫佢學嘛，所以我咪請條學，แล้ว第杜蘭嘅位就是蝦米？橋壇。人講伊食嗰啲無好食，你想阿你貴嗱，除咗下條邊啊，哇！我講就直接伊個嚟玩。你唔要家己嚟食，你家己咧，特別我打包對去。你家己嚟食，盲了。你話你家己，即打包對後咪搞食，特別家己食。我是背，是講我冇時間咧 extend。有個橋壇那個橋壇好嚟啊！冇但แล้วenjoy customer 係嘛？แล้วon that night 我才有 sign up 啦 ，then you know
個成呢個做掉都冇大掉。然後嚟講，我拄到佢哋去將後邊陪嘅，如果要上呢個就我係學女，我成我個朋友我冇嚟學女性嘅。然後我拄到去將，你就係講佢哋唔識做嘅嗱，反正啊，未曉嘅啊，係啊，你幾包、兩包、三包個了，一般上，三包個了就唔夠上，後面嘅女出來啊，反正，四包啊，反正啊，然後第四包我想唔了，我係對做嘅物件是係咩？我去 order food， 還是我 order drink， 冇啦，我去到了。放熱來啊！你看你冇知道頂位啦。你看你到頂對來時講，哦，但我個你學女啊，20塊來好啊。啊，咱冇聽到嘅，係你。冇聽到。阿涵呢？阿涵？啊，係咪？阿涵你超學女哦。哎呦！我就掉大擺講超學女嘅。哦，講下來。伊頭一擺請我是我人頭一擺日嘅時爾。伊學女，伊學甲了嘅女是我人頭一擺日爾。了迄陣時是伊學食，我學 movie ticket。了 other than that 啊，我人做一個是我人50-50甲了嘅是搶嘅，我搶愛學50嘅，我唔知做咩事，我真客氣。你唔係一人學一刀啊？嚇？我一人學一刀。想啦，嘛50-50噶啦。冇啦，你學時較別機會啦。冇啦。Hey, today I pay. Okay, let's go coffee shop. Next time you pay, let's go Eden. Eden 哦。伊就講 Can you at least let me treat you properly 啊？講 No 啦 ，never it's okay。我講好，然後下擺我咪是個搶學女個。唔是講有 method 嚟咋。they think 係是搶學女。So last time 佢揸我 date 係I pay for 但係你查某I pay dinner。So 我講 never mind 啦 ，I pay for dinner 啦。Then after we watch movie, you pay for the movie 咯。Then even 咯，or else 有陣時我甲人出去食嘅時 ，sometimes you know 人請 ，then I just say I'll buy dessert。Or you know if 我請 then 人講哎呀 why you pay you are guest， 我講 OK 啦 ，you want to 請 back you buy dessert 咯。Something like that you counter。我人這邊老闆maybe 馬來西亞個冇。tapi美國誒有人成日講 pick up 伊學女啲呢，了你成學你 offer 就學 tips。有啦。tips 嘛是30巴仙呀。係啦，是啊，特別你 at least 都出得淡薄。At least you contribute 啦。That's the key is at least you contribute 啦。tapi 有當時我成日講 OK， after that 啦，成日到入頭講 OK after that 啦去食 ice cream 還是 something 係咁。我甲澳洲中搶嘅時啊，伊就講，你會使互我請你哦。我講，唔係，不要緊，我是主人，你是客人來，我請。真 natural 嘅，你知哦。Australia 是夠會請。是咯，去 Australia 無類運動可以請。對啊，你睇邊個出 Australian dollar 最出嘅？哦，是咯。伊愛請你咪可以請。好，我看到對我看到對這 ringgit 當見佢在起啊！落到對南部。8.9啊，其實。哦，唔係。哦 ，sorry US dollar 上面是塊。OK， 我俾講下你搶女個，搶女嘅頂到嘅人客是講你特別搶人，你想特別是不 consider 成個你傻呢？喺度就。你特別成日講做主人，成日咁講做主人，你特別請學女，即是你傻嚟。
แล้วเลสอ是真正要緊嘅，เลสอ是淡薄面水本特別沉เลสอ啦。你成，你若是你無เลสอ嚟講，你無請學女嘅，你成別人會講，只有人會講嘅攞等人。哎呦，家家我去知啊死啊，好我出啊！特別個請嘅咋，特別到頂是個請未學女嘅咋，一個嘢時間嚟講嘅有。無啦。有誒，你老人啊，真係有咧啊！是咩？嚇！你講，別，我出了，你解超幾單嚟嗬？你贏係你學女嘅時，肯定佢又會講啊！哇，家嘅無，阿咪無講嘅超淡薄，可能學我學我。有誒，你可能I think modern generation 較少啦嚇。older generation 有。哇，講你又會講你，哎呦，家啊！家學乜出類，特別請嘅喎，到頂嘅事。誒，我有一款人嚇，就是講有人有記過哦啊，佢愛學女嘅時啊，就隨甲清楚，可能伊有食蝦米菜，伊無食蝦米菜，伊就隨落去嘅。我真袂打閒呢款人，我睇人啊。我是 considerate 嚟講，我只較濟嚟講係我係 try to 隨學你無只安尼濟人，較少，特別較濟是你只少人講免做誒都會啊，你看。是啦。我是歹勢本，我是驚講人講，哎呦，你這個試探只安尼濟個嘢出上濟類看。特別你較濟我去參嘅人，較濟是只少人本無嘅啦，樣一頭講免做這。even 隨到會啊，安尼是啦，若是拄着人甲人講 OK 啦，甲咱隨分啊，白分嘛好咯。若是啊，你找着一個人含愛白分啊，就淡薄無爽，佢愛淡薄愛中意啲你看。淡薄呀，淡薄。我愛正義。我就會入朋友出去嘛，แล้ว我人沙丘是真好朋友，我嗰啲啲 drama club 嘅嘛。แล้ว就出我人就叫一個大份嘅 fish and chips， 做 Caesar salad 咯。แล้ว迄個朋友無食 Caesar salad 嘅啊，伊講佢Caesar salad 買水嘛嚇，我就淡薄愛整伊。因為我甲迄個其他嘅人，我人是。50-50幾個人就 split 幾個人，我人無猜嘅。較會啊，當今人很水。當今啊，馬來西亞有成個人是去食物件是啊，什麼你學女啊時候，你要興對女嘅時候，用嗰啲 bank transfer 啊，什麼，還是學 cash？哦，若是我學女啦，我學卡，然後我收伊人嘅 cash。因為咩地雷？是啊。特別你是講你無 cash，成日無 cash 啦。像我這邊用內 app 較濟，就是我人用 cash，這個 app 叫做 cash。伊是 Square， 你知 Square 啊 ？Square， 你係 Square 啊，講要做啥子 ？Square 插到啲 iPhone 呢，你肯刮索你 credit card 啊？伊 for 好，你 attach 你嘅 bank account 去，呢 account 咧是你成日夾你學朋友問你啦，伊無算你 extra 嘅。我用只借佢哋咯，等我朋友樣出去食咩物件時嚇，我當時有無叫人 waiter split 嘅時，我就自己學你咯。就講 OK，我20塊看下，แล้ว夾係人咯。一個就是 PayPal app 乜嘢。Actually, go to Lego done. Go to Lego 咩嚇？ You missing on one. Look, PayPal, of course there is, but you missing one more, which is Bitcoin. Oh, coin. That's right. Bitcoin. Oh shit! No. 我冇呢 cyber. Bitcoin 有 dollar to dollar 嘅，Bitcoin exchange rate 是安怎啊？ Bitcoin is complicated, and then the government monitor, control. It all depends on the demand, the market. 我想講，不過這個 app 叫做 Coin 唔是？
我冇用哦，distinction。不，I think it's cash。一累來是成個 coin 嘅聲，成個吭嘅，但你見咚咚叮嘅聲咯咋？你人接嚕嚕嘅聲。แล้ว我知道嘅是我冇錄開，我冇錄用嘅 app 嘅是。Oh yes, that's right。你頭用嘅 app 是都介紹住人，都唔使攤個 call，是一 call 啫咩？แล้ว我介紹人嗰時接嘅時候，一累接來是吭嘅咧，我成個好攰啊！我樓下。我喺度啲房間嘅一下，我行去另外一個房間時，我聽到另外一個房間嘅，但你驚嘅聲，我成日聽到鬼。特別個唔是鬼好個仔。個別冰都冇聲啊！冇聲咩？我冇講我嘛。哦。你聲個咦呢？我帶物件咧。我想你咪鎖掉咩？即我想到個隻超寬櫃。超寬櫃。講，你開細聲啦，我講得大聲啊。我是。正規版。我是無熟噶，就係你人哈達到去啊，嗬，伊係無請哦，路人甲你請，你個歡喜你知喲。你頭本好，你個歡喜啊。特別有個人去啊，伊達到哈，時間都坐了變成觀光安尼咯，伊冇人請哦，人請甲夠，特別達到啊，有人。特別有人請伊就夠啊，就裝啊，就無出來。嗱，我是人愛請咯，但是我愛請還是我自己請。I don't mind 請，我唔是去 calculative，but if let's say take it for granted，我就無suka請伊。攞嚟啦，成個講可能請咧，成個搭人性嘅咧。The truth is nobody likes to be taken for granted 啦，that's the truth。我有成個講，我感覺到成可能請我係成搭人性嘅咧。我咁問我咁問我學曉，了我未記起啊，了。那是別人學我會記嘅，我是 reverse 嘅教 ，because 我是別人請我學，我感覺到想答人正咧，人請我請人嘅時候，索去表緊啊，特別你開心，成個我當今啦，我才頂朝教我朋友出去食。伊咪是叫，伊唔是等人啊特別。你講哦，你生日啊，頂日生日時我湊你去食。แล้ว after that 我兩禮拜啊，我 meeting 就冇影，所以做工就冇影冇去掉。แล้ว recently 冇得去。แล้ว伊咪是伊講 OK 我請，แล้ว我食了我直頭，我 actually 我等人嘅心滿，但冇成日講，哎呀，我俾佢成日請就係好女哦。嘅你傻啦你傻嘅成個攞嚟個別冰咯咩你嘅啦反正我對馬來西亞事隻人請我隻請我乜關事去啊我淡薄成個哎呀死真係人嘅成個講我拍比較少較濟我對厝事啊較濟我對朋友啊係咪講哎呀唔見你對來我請你隻人看咯冇想 because 你有對來我是講想白白搭去參嘅嗱，特別咪是上我特擺對啦，我就唔是講成個我出去食嗰時，路人來催我，你話請就對人我就冇機會請。OK 啦，但係對人是個人買請路請啦。我請隻鹹餅。講嘅係啉咖啡啦，無夠鐳啦。隔嚟驚人請路。我唔是，我只 excuse 本嚟咧，我較濟冇 cash 嘅。我係媽真驚人請嘅咧，真誒。伊講哎呀，講請我請伊都對我買嘅，伊講。我是淡薄嘅款乜咯，你成個搭人整咯，意思是講。我甲我嘅 colleague 啊，我人下，即擺你互累，迄擺我互累，即擺你互累咧，袂記啊，幾擺互累。然後若是我請一個貴嘅，像甲20-30塊嘅吼，了我人 next few days 食板麵啊，食迄款咖啡店嘅啊，嘛隨咯30塊，嘛5擺哦，嘛6擺哦，板麵哦，迄款隨啊，我可無暑假小零成個小欠小古啊，是你小淡薄山去啊，然後時看那個你結構講，哎呀，你請4刀呢，你6塊無夠貼你看啊。無啦，我甲我嘅 colleague 是相款嘅人，我人無安尼計較嘅。
我咁問50-50嘅話。Actually 我 recently 去 KL 我去到我 friend 嘅位啦，แล้ว我哋攞嚟 couple 嘛 ，so 我哋 what we did was 上 lunch 都請。咁你你買係到多嘢卡住坑嘅啊 OK， 睇到。So what we did was 想。OK， 下檔幾多檔？你驚啊？講下你快睇到，你是無端人啊？下檔講佢。我結婚啊呢。哦，下那個名。有。So what we did？當車行咗。誒，佢就 Milky 啊，咯。一個 couple 請 lunch， 一個 couple 請 dinner。dinner 較貴咧。冇啦，你咪去 Kera 啦，但是咱講 dinner 較貴啊，是有，但是你本食較好料嘅嘛 dinner，特別你咪 Kera actually 安尼較應。安尼你做兩節咯，一節你請 lunch，the next day 你請 dinner 咯，咪直白咯。哦，你咪是講見下就話請下，你馬仔你請嚇，唔是較應。特別我當時請 ，because 你成日出 dinner 個 lunch， 哇嘛真香，KL 食物真貴，你知往食蝦米？往食哇！我去食迄個螺，哇 ，very good，very good。食個200幾塊本咋喲？哦 ，Apple 啦。蝦米螺？有一個巴拉宮嘅位特別 very nice，伊像是台灣呢些螺誒，真係濟人誒。你看我象牙螺啊？我唔知咩名咧 ，something Chinese 個了個講 Chinese Mandarin 我未曉，特別伊上架。我唔知係咩名啦，我使。嚇，對，哇，特別 very good，伊 service 個了個真係好，特別安尼食起來本是200，我見299。哇，300塊啊！成日攞錢啊！迄個螺是安怎嘅 shape 嘅？好。攞去哦。OK， 等陣我去找伊名哈。我就 chat room 位我有係伊個小英貴。巴拉宮嘅位，哇，佢 recommended very good。伊是蝦米？你按照款咧，伊蝦米特別㗎啦，當人攞揾無相。哦，伊個湯，伊是 from Taiwan 嘅，然後伊個湯哈。羅呀。伊上加。伊看落係 milk 還是買係 milk， 所以伊個想有淡薄 salty， 個有 tomato， 啊，我無食 tomato， 特別伊係落起來啲湯啊，是真真正好食。你無食 tomato 呀？無。你為什麼無食 tomato？你都收紅機數。What is the connection？ 我唔知。What is the connection？ 收紅機我無收紅機。收紅機啊！是你食條 tomato 咧，是伊鼻腔了。哇！安尼你本嚟笑掉啊？唔是啦 ，because 你食伊 tomato 內邊那邊軟呢，我記哩。所以無食。誒，講條車嚇，頂到嘅時是唔是去Starbucks時是唔是兩車啊？但係啲車我知我就是咩？係你是 Jennifer。哦，對。啊，對。應該車路啉水是一個車路啉水是一個吉卜子。哦，吉卜子請我啉啊！對。就無是咩車路啊，你個未記。吉卜子走你到去一個股無來啊！哈，你名泰豐台灣啲 hot pot。泰豐台灣。TAIFENG。hot。台風啊，台風台灣啲 hot pot， very good。你講話伊人裝無相？伊個 tomato 係 tomato。伊個唔是湯呢，伊一個番椒啊，伊個sauce上下摻peanut butter 個淡薄係 B 呢款呢，哇！你如果會使去 replenish， 我唔知夾幾打喎你。你只能夾咧佢碗係啲 lemon sauce。伊無伊個上加，伊有淡薄口感啊呢，所以你個食係時你個爆了呢，哇 very good，must go 啊，這邊 must go。誒 ，OK，你好你好係你是你好啊？你是咯。300塊好先條。叫就阿妹就買幾米，阿妹就買幾米啊？未啦，應該東京
OK 咯，迄邊巴拉講迄邊嗰隻隻喎，了有陣時半，貴啦，你食歡喜，我見食歡喜4個人呀，4個人啊。貴哦，我拉薩貴。後尾我一個 Korean restaurant 本是貴嘅 lunch 本是200幾塊 ，because 佢只是話人 the last meal 就後邊啊，所以我嘛是 decided to 請 lunch 又本是200幾塊。特別你去你朋友就大無相咯，你感覺你就學較濟類請本表記比較大。嚇是咯，如果你就使 hotel，好啦，依兩個去 airport 就往後面嗰隻。好啦。朋友有咧會曉會識做人應該 OK。而且無 care 不要緊 ，I don't mind paying 㗎了。If you 無 care，佢咧呢特別咧 those aspect 你出咧我都唔驚出。哦，安尼巴達我對你甲我介紹請我個 OK， 我個歡喜哦，我個是個 drama。巴達我介紹請巴達哈。巴達我介紹請。我介紹點點你，即係出嚟你我點點啊。我學到成出聲。你 slow motion 你學你超級你用嘴講你誒咩咁我而家特別知我咧未出嚟。咩咁我而家我冇女啊！我咧冇 ringgit 啊！hobby game。即係抽坤咯。hobby game 唔是更加貴啊，睇較濟。啊，人係你冇帶到學俾有去按咗去找下路。冇啦，就可以 keep the change 個。I don't think so。你講人嗌啊嚇，你先我去食物件啦，學個 food 嚟啊。你嚟講啊，即3塊半，你冇係3塊半是可以1塊美金，你咪嗌啊。看人啩，if 佢曉嘅嗌啦。3塊。即講嗰陣哟，即係3塊嗰度要去 money changer。咪真正個了者。你真正個了亂嘴者咧。你條喵㗎，我喵。我10塊個冇想啊。哇！我你談心2塊咧2塊。好啊，是買啦。俾你把刀 try 㗎，我咁樣講啊。John 人會講學2塊 it can be the $2 note 啊。Then there's a different story there. 這不是有冇學過嘢？上一次假咧。No, that one is 人收起來嘅咯。哦。Like you wouldn't keep money changer. 上個人the $1 coin or 50 cent coin which is rarely used 人收起來啊。嗌啊，2塊係幾字 ？US 2塊係幾字？我未啷。我老會佢講表。你啷2塊半 US？我 surprise 我對於人嘅為嘅是，咱係連2塊嘅 note 人家都冇用咧。哦，冇啊。哦，Malaysia 有2塊 note 咧。Oh, last time. They brought it back for a while. 係咪食嘅 During the mid-90s 時有嘛2塊 note。mid-90s 係咩？咪攞冇2塊咩？咪攞1塊嗬。啊。頂到1塊唔是大力件呀？冇了。我暑假攞咪攞冇了。頂到1塊就是大力件咧，當機伊人都用 note 對。然後古早嘅是 before 人來 US 時，伊人用$2嘅 paper note， 當機人冇用了。冇了。$2冇了。我哋比較 differentiate 10塊跟20塊，老實講。哦，10塊跟20塊差唔多像啊。是啦。紅蝦。只係 confusing 啊。紅蝦是就這類。嚇？咩是紅蝦？紅蝦是就這類。唔知哦。哎喲，人個巴黎到馬來西亞人我唔知。嚇？唔要緊啦，嗰邊變到新加坡。咩是紅蝦？紅蝦是10塊，是20塊，是1000塊，我未記啊，500塊。1000塊唔是林本拿食嘅咩？哦，Ribena。1000塊？1000塊我看過，我古典正式係我看過。No， 人嘅 paper money 最大就是500都冇了。哇，500啊！哇，頂。有啦，1000塊。有啦，1000塊會叫有，嚇我會記喎。
喂，其實情況真正 rare。啊，OK，但係講到對，搶學類就對。Let's say 講啊，Let's say 講你去成食物件成成學類嘅位，然後你咪請你朋友食成咗嗬？order 咧是學類。特別咩意思？即係有時成，那時人去成隻 counter 呢，然後order 咧學類嘅是家己貼你物件食。啊？攞冇咩？講，我哋細佬講嘅咩？你按照搶學類啦，成個到底你食物件咧，細佬去食物件時，你是成個去行去啊 ，OK， 你學類咧是家己嘅 ticket 咧是家己坐到到頂去食呢。哦，頭河啦。啊，成學類嘅位，成個你 restaurant 是壓食了個學類嘅位。老師講，如果我坐路去呢位啊，that means it's very evident 我買搶路咧。哦，安尼我發單就會明白呀。所以，假使佢哋人坐路去安尼位啊，你特別別愛搶路。if 你愛搶路，就你坐路去一個位啊，話伊家己去學路又成，偷去學路又成嘅。我係朋友較濟，時間又未請我，因就是甲我講嘅。了，我無搶咧，就是講我來。冇啦，有個人感覺你會搶嘛？伊若是伊人學路 surprise 係咩？伊人買學路正哈，伊人就坐路去 somewhere 話，你免去搶本嚟，伊人自己家己 set 到。如果伊坐個路去，佢咧就要學路又成家己學啊！我講 it shows that 我買搶路啦。我有一擺我見到我嘅 acceptance letter 嘅時候，我甲我嘅頭家，甲我嘅 colleague，我一個 team 三叫人嘅嘛，然後我甲伊人就叫講 ，OK， 我 lunch 我今日我請，然後 OK 咯，我去食咯，食，咧我去食飽咧，我去夾荷包起來，我嘅頭家甲我講，你買請啊，發死我我。唔是講好啊，我請咩？你學生囝咧，你請咩？條本咧 ended up 咧 ，ended up 伊請，伊請，咁邊來愛甲頭家坐請好累喎。條本下，你看咩事？一個坐物件咯，你細漢囡仔人無累免請啊？你看你，你有咩事？我冇聽過啦，看你。睇，咱講可能係 excuse， 無成 excuse 要搶學類嘅話啥物？愛換數類。係咩物件？我愛換數類。especially 去個別條嘅愛換數類。嚇！你喺你個別條講買我愛數類。啊，毛毛哥進來啊！ Hello， chào ba bồi。啊，這你怎麼來這樣對去？較早時，伊個 line 嗰隻冇咩好試過啊，毛毛哥。毛毛哥，咪數北京嘅事無來，咪數北京嘅事無來。啲群 ，sorry， 各位聽到 ，hello。聽到。阿 John 你數啦，冇數帶去個頭一個。阿冇你話無人啊，當劍。阿冇你睇是無人啊。一幫毛毛哥本北京要教 Alex。ICI 啊？ICI。一幫 ICI 喺北京嘛？哦。為什麼？好啦，當然啲做掉。做條咩 ICI 我知。昨天做掉 chiffon green tea。喲！誒，你係成功嘅。你對的，try 大家嚟試。啊，未做好就變咗唔真係成功喎。不，失敗是成功之母。啊！失敗是成功嘅老母。失敗是成功嘅老母，對嚇。如果I process 嚇，直接 process。OK， 來講，請人。毛哥。你大擺是有個人搶類啊？搶出類啊？有啊。你地教嘅，我不知，我不調過。
你咪是請定一人嘅10 anniversary 嘅事啊，伊咪是伊嘅 gig 是伊做嘅咋。過去啦，免講啦，不要緊。伊請嘅你就伊 gig。咁แล้ว講法咧，特別好，你個搞 order 啊，你個搞 order 都好食嘅了哦。冇，這個是有加工嘅鋼爐本。哦，加工鋼爐本啊，感謝加工。是不是？因為伊除掉路是家姐愛好一間。哦。啊，你話白刀特別多啲係一間啫。tapi 伊交同伊個唔白路，其實話。I don't think 上一間嘅唔知，冇上人。是伊來，假如白會。是咩？以為是他變壞啊？係啦。意思是399嘅。唔知喎，我冇拄到伊啊！伊家了是我 go through the phone，了伊家己 deliver 過來嘅嘛。哦 ，maybe 冇上啊 ，maybe 冇上啊。就係講到有天有地啦，你講到尾嚟講就嚟，氣死我！你冇介紹一條邊個學嘅咯？有介講，你個每下係 event 個呢節。哦。毛毛菇，你甲人敲你出嚟是你 excuse 上面，你使講當佢冇乜學你，你買你硬要敲啊，你會講咩呢？冇啦，較 steady 淡薄啦，直頭講你一點點，咪出聲。我冇聽過呢句話。main contribute，咪亂嚇 ，main contribute 一點點當食就好了。個安尼款。แล้วน่ะสิอยู่ข้างง่ายแบบกิน咯หมอติ๊กexcuse 講ว่า去 toilet 咯แต่พี่冇去 toilet 啦直頭去 cashier แล้ว你看大坑啦你把夾夾請你把食夾夾人請你講咩來我好咧是夾夾呢講是你傻呢食未落咯安尼款食未落啊食未落你是搞想你是咁樣請人幾號人請呀有啦是安尼款啦OK 啦，不打有時我 call 你。不要緊。來，不要緊。一個一個頂到學過來，就是講 before 你自己做，一頭點 get 可以，個是點 cash 可以平平嘅。哦，成學女。我定，特別成日我定。我定咯。這來食飯嘅時候，一直去叫菜呢，嚇，一肯定企起來啊，叫菜，伊係是去學女啊。แล้วบ่ตัวสินะสิขี้ไฮบ่อาเซินตัวใจแล้วเว้ยบ่ช่วยบาลังเนี่ยช่วยว่าสิลังเนี่ย阿珍近到除咗學女呢嚇ไอ้ไก่講เป็น啊你taxi 啊 message 㗎我未記住啊你問個人少女啊嚇嚇เดี๋ยว啦佢ลังเป็นเฮอกเก้นตัวไอ้ message อีเซ็งมาแล้วอีไก่可能輸嘢會嘛裝講緊裝當劍係咪揀咗講好事一回咧齊嘅咧。哦 ，so far so good，咁佢本佢都制咧，唔是啊，咁咧 OK 了嘛？OK 啊。有嚟啦，嚇。OK。喲，讓邊啲學嘅人讓一見下我，阿咪你哦，佢在激死咩阿韓？佢在激死咩？韓冇睇戲喎，安怎無 ？The next day in public holiday 啊，都冇通嚟。我叫我學讀冊了。รู้啊，只那巴黎啊啦，รู้。รู้ไอ้สปอนเซอร์ว่า對來，我講話巴黎啊。嗱，記我隨飛機票好咯，Air Asia。你個安哥同你講我講我 free fly 啊。OK，不要緊。你問講笑咯，依隻舊隨背幾多啊？一特擺啊，你隻 program 出去啊嚇，一步啪出嚟嚇，即係馬達飛啊，係咪？即係嗰啲啊嚇。好啦，แล้วลูกไปละไอ้แม่ลูกตุ้ยไหนละไปจากที่ลูกเจ้าโอเค搞掂得。OK，會使，我過去俾個 sponsor 咯嗬。誒，點解人講馬達飛事啊？人講馬達飛事，我成日講唔知係咩名啊？馬達係咩嘅？馬達。冇啦，唔知 Malaysia， 唔知係咩 Air， 唔知係咩 tourism 係咩啊？誒，我講下，我有一個新加坡嘅朋友嗬，佢哋話啲
讀冊嘅時啊，伊若是新加坡女去淡薄啊，我同佢講，哦，新加坡嘅人出嚟。哇！我是對佢，我這邊英國人對佢咪是了然。冇啊！伊逐擺講嘛，新加坡落好嘛，講啊，新加坡2.9曉出嚟啦。哦，John，有阿伯啊，英國將對來，英國咧。英國當車，英國當車。好死了。好死了。哎，這點，你咪跳出嚟哦，來講。啊？我跳出嚟。真是唔捌。哇！你是加大冰加古靈冰上。我跳出嚟物件好似真奇怪嘅。我一個 brother 唔叫發生過啊。我嘛是去食 family dinner 咯。然後我拄好捌到樣邊咧有一個物件叫 M coin 啊。就是 collect 一個鐳，佢哋 collect 可以用佢哋 point 去redeem物件。哦，哈，我知。So， 你係就咪是搞 family 去食 dinner 咯。你我 brother 我講佢講用係 point redeem 嘅，應該是伊袂記啦。然後我直波對伊走無地起咗伊人，然後無關伊咯。那個要對來時，我看你入嚟小作真係等咗。OK， 哇，你何類啊？係啊，他們屬於我講他們是特登被搶何類，他們屬於我講要用 point redeem 嘛，係咯，我袂記啊。你規隻人食dinner 波對。你規日食dinner波地，伊邊裝起好料真嘅。哦，แล้ว特別個別嘅 point。嚇，แล้ว嗰邊是我教人講咯，我教人講，你使咩啊 ？reverse 嘢 transaction 㗎啦，我用 point 好。啊。你人講下先 ，OK， 你唔好對我頭。好，佢哋 family 潮。你 brother 咪是好點好類，超好類。他就往在所以食啲沙豆，稱我冇攞稱啊，因為是要學你。哇！你個好料啊！我把你借嚟。佢早在 Florida 係，我在巴海做工。哦。Luca 最清楚起咧，有超好類哦。哈！即係物件嗰時是好類。最清好類啊，特擺。嚇！哦，你都冇計搶啊？冇。你都學咩啊？有一個，我就搞係你一個 phrase 叫格里納丁啊。格里。格里納丁。格里納丁。安怎變法？伊人也冇唔是好類嘅。哦。即係人又 receive 來學頂唔得冇。怎麼聽唔到這電講話嚇？嚇，有影未咩？哦，我聽唔到喎。我對聽你我講話，唔是你未聽我講話。人送冇喎，奇怪。你想講呢啲言論你講我？你講你派話。之前都每一塊聽到喎。我冇估你梗係講嘅。我聽未到。我估之後就見到喎，係樣衰嘅。我手板手，一時就我冇聽到啊！對住你 recording 啊，呢個衰。我冇聽到，而家冇聽到，一早一斷嘢係斷嘢。冇啊！你真係聽唔到伊喎。嚇？我聽冇聽過啊？哦。但係講緊都冇一對好都冇聽到啦。冇啦，冇聽到喎。伊咩話係咩嚟㗎？嘢仔啦。你做咩笑聽？你做咩笑聽？只 episode 係斷一下。冇啊！而家我對聽我講話，隔你一陣聽唔到。啊，超比 selective 嘅喎。一陣時我搞嗰啲出嘅物件本好啊，啲物件嚟得嗬。啊，成下你我都未出單啊！รู้啊係喎，你未先嚟啊嚇 ，OK 啊，特別我就估你我都未出嚟。誒，嗱，แต่朋友嚟啊！特別冇啦，我 actually 我一學先，特別嗰邊唔是興嘅類啦，興嘅啦。你成學我是我都未出嚟。
你嗰個一站嘅時候，是我家己考慮啊面我出學生哦。嚇。因為講我就唔對要。Actually 啊，搶考慮啊，是我就未打閒物件啦。咁所以，我那啥啥真正無壞嘅，真了啦。無嘛，因為你了解迄個 game 嘛。係啦。กันแล้ววันละเนี่ยรู้โอเค please กับว่าก็รู้ไอชุดอะไรไม่ชุดว่าสิไม่ใจรู้ไอชุดไม่ชุดว่าชุดไม่กินว่าสิไม่เที่ยงก็ไอชุดว่าสิไม่ชุดไม่เอากับว่าแก play the game ไม่ว่าแม่หาเลยโย่ว่าหินอ่ะเลยเที่ยวทำไม我冇聽到喂。講啊！佢聽到。佢講。講冇，佢都計 end 到呢。Thank you。啊，謝謝。冇估啊，都計18呢。賣。我聽咗。白冷。聽。OK， 無咗，嗰一個，咱是講搶出類，然後嗰一種 the other way round，假愛出類。係啦，就是假，我未打。你是我冇做過。你冇做過？你講嘅是假未啊？我都出嚟就睇咯，我都成條茄掉喺壁入邊啦。嚟，我學，嚇，嚟我學。誒，我咧？ไม่啦ไม่ไปใส่นักข้อเลย哎呀，你都成日看啦，咩啦？打我球啦，該我該被打喊。即係時候，我咪都咪出係你攞，我冇所稱嘅係你 dinner 咯。然後點似係時就講，呢度講我3年係點樣似係嘛？呢度講呢個識嘅咪講，哎我咪估 share 咯 ，share 半區人都成日喺度邊啊，尋算話咯。我咪講遲到啦，係咧尋算話咯，先講3年係點樣 share 嘛？你哋講3年係點樣 share 嘛？然後我尋算話咪俾佢講，你有咩出嚟咩？冇講就係。哇，很 serious， 這個 OK， 你有 directly 講，有你無假做 pattern 嘅話，係你有呢事嗬。嗱，嗰一種是借點賣出聲，嗰種個家己笑。係你有冇做過啊？哎呦！我先咧咯，我是借點賣出聲。我借點冇出聲嚇，根本是要興人類啦 ，of course。哦，有你都條無嘅喎。冇時係有時候我去食物件。加一個人啊，然後教我嗰啲食物件咧，一人叫我打包物件可以嘛？我打包可以哦。然後嗰啲講，呢度都未見可以累啊，都要食哦。哦。係拉住我出嘅嘛，我打包都要。我咪叫咗，1個半，邊個？等陣使哦。我咩先上表死啦，我累嘅是冇。你講啊 ，OK， 等陣你過嚟夾啦。你講等陣使我講 OK， 等陣你夾半時間夾。你講少少，我冇應啊。你講等你應嘅時間食啦。你半夾掉啦，你講嗱使1個半，講等陣使我講 OK， 等陣你過嚟夾半時我我累時間嘅夾。我未使做，而肯定做咗。啱數，你頭家嚟。你說你冇係我嘅呢女嗬，我嘅呢都未出聲啊，點？掉，不當然係試下要。嗰時我見講隻物件，你話一個你出嚟又出嘅啦嗬，你講啲少少，未記起咗，未記起啊，可能我咪是睡啊 ，after few months 嗬，然後咪是我嗰隻嗰啲講我，拜拜。你說乜？然後咪是去像 after few months 嗰隻出去嘛，然後佢睡覺哦，一睡覺呢度一陣講出來咗，我一記黑字咩幾兩個月整嘅時候，我之後女仔是冇興我對。喲，掉。你我個別點知？你我個別點知啊？所以冇 receipt 你所唔知我借多錢。喲，黑字咩好？我是叫你叫物件借咧。
你會叫，伊會叫個這類啊。伊未基本了，特別講我，伊大講我冇興趣類嘅。喲，激死啊！有時我成日講媽都去食物件時候啊，聽到我出嚟先，免啊，你冇做工冇講就借，你過去興嘅你借物件免啊，冇見面免啊，免我學免你學，去啦你學啊，就走。你看你 game 咯，你看你 game 我就表演。Hello，雞咁雞呢嗬？啊，我想講 OK，喂，都愛出還是乜出？我講你講，一擺佫較慘個，我嗰底下比date 了一個有女人啊，了伊是了我甲伊出去咯，了伊是講巴生嘅福建話嘅，了我甲伊講我甲伊講廣府話咯，了伊就講我想講啦，男仔請女仔，女仔開心就得噶啦，哇！迄時我落歡喜哦，馬拉仔係啊，伊出國啊，伊幾個月 after that 啊，伊就有了找我朋友啊。Excuse me， 你是佢請我食嘅咩？所以我無相信迄套啊。誒，我講聽一個好笑，我發笑到我同學超寬啊，我特啲我 office 時，伊成個人，你成當初出去食飯嘅時候，當時咪是錄行是我行嘅咯。แล้ว伊特別出去請，伊去食時講 ，OK，today today 我請佢是我嘅 treat。แล้ว你咪是講，OK，你去食時 ，OK 學女啊，你學女嘅時講，你時伊特別逼路特對嘢嚟講 ，next time 嘅時你就會學啊。你睇住你 today 你 treat 嘅時候，你咪是 treat 啊，咪是耍咯，你都希望嘅人識做啊，咪打時。特別冇嘅話曬 ，today 我 treat 啊，一去個 restaurant 時學女時講 ，OK 啊，不打來時你是啷學啊，知道我學。你講我負責佢哋是 guilt trip 啊。嚇，我話我出嚟，我請咯。誒，一出嚟可以夾住我事啊。哎呦，我女啊出年招年解啦，唔使得攰啊，你好，我 B 嘅搞佢啦，等我實夾到。係咪今日？哎呀，我冇時間啦。我想未再清楚講當時就學你啊 ，OK。我學你。冇，回人講學，我請落去食，佢家邊事啊？哎呀，未記有我夾啊，因為冇夠 cash 啦，死啦安怎啊？冇，唔是冇少價即邊，แล้ว我ก็冇賺夠 cash。回人時肯定。你講你使去後尾食完咯，我看見咩個嚟仔咗。梗係攞型啊，肯哎呦，但係我冇時間你成搶女嘅教者誒，我冇時間搶女女教者。我嚟世界驚啊！Tapi uncle kalau usually 我一個 family 入邊，就是我看你幾年嚟 uncle 誒。我厝 uncle， 我一個 uncle 唔是特別，我 uncle 無像，我 uncle 伊唔是搶學女俾學女看誒，伊是俾學女呢。所以伊是真實誒，所以伊知伊會笑，咪得有當時嚇，有當時人講變好時講 ，OK， 今日就往請學物件。伊本想辦法先學女去嘅，即係就當你咪學女時，啲學啊，伊是近日要請學女呢，伊無插你有真係要學女，還是假學女，伊是要出女就對誒，你無辦法請到伊就對啦。冇，你試看隻 uncle 可以一個俾看下 bill 來試下，你那邊一點咯，然後隻 uncle 先冇咁出嚟嘛，隻 uncle 出咯。然後嗰時 uncle 一點使你開除咗，伊俾日夾出來呢，所以講，我女未用咩嘛咯，跟住咪出我聽嘅。對，我女未用。誒，你冇看過人敲個什麼 B 面呢？可能成個即係笑名呢咋？冇學過我 family。Because 有啲人成呢，有啲人是你看未起哇？你知有啦？哈哈。你看係你個死啊！係你比你有女要敲有女出女人個死。毛菇，
What？ 你捌聽過你個隻幫仔啊？幫住啊？冇啦，我四條點點啦。一條點點問你啦，一條點點。冇啦 ，OK， 下面嘅。嚇，我不過是險嘛，我再講你幫住啊，一個聽到一個，你捌拄過有個人啊，成個要搶出嚟啊，嗬，你買可以出啊，伊會去香港，你看袂起我啊，看咧。哇！你看人咩？冇咯，我一日喊咯，我一日喊拄着安尼款嘅人咯。我聽過，你個別就是可以人哋咪嘅節啊，好像佢 family 去嘛，你話搶好你哦，誒就介人講，冇伊你未用我你錢伊你嘅。對，我咪聽特別時我咪嚟時我講啊，特別時我就是我好有時候就我是教我朋友，我就佢只 recently 呢是咪邊兩個朋友嚟美國，然後都對伊是一隻借落嚟呢講 today 啊，今日節是我請，人未使教我請啊，你我就想講起我時我個時候就做 topic 咯，你我講係啦，我時講伊你別用你咪聽嘢，依個邊點講？然後好多雙女，伊小多點面走油，好多雙女。對，我嘛地搞小多點拍照。這邊有雙女哈，這邊有雙女，我嘛講，來這邊有雙女，這邊有雙女。你一做緊一個別點人起小見去。做咩做咩？一做別人起小去就羅炳嘅都計嘢。double。佢嗰個唔針對呢，佢屬於人被搶河女愛邊啊？冇啦，有人是 manners，係 sometimes feel。manners，我學話是咁啊，叫 manners 啦。Some is manners, some is I face I don't know. I been 咯。I been。It's not show off I been, it's I face. 成個好看啊，成個做人看咩是差唔多，意思成個唔係啦。I been 嘅 manners 啊。嚇對。荷蘭邊嘅 manners 啊。你成個冇你成個那個沙條路成個彎看係看啊，人對人去啲時候，人就是講我冇家事嘅。啊。我解我見咩冇盤咧？最衰。你睇係內性嘅 size bit 咧，嗬，從隻托卡下嘅。你做咩事呢？唔係 Q 呢面層落嚟好啊！哦，咁你等於 Q，而家等於 Q 係石落嚟。咩一上檔咧？一聽到，一未聽到咪好？一未聽到。你幾哩？係見你怕人啊！我唔敢做嘢啊！哎呦，我聽啊，嗰啲啊！即係你個困底，即係呢面層嘅，即係你覺得困到外面層有咩換佢咧？你搞咧？誒，困到依處諗啫。哦。你冇看到你 IKEA 拿啊？唔會諗食嘅，係 IKEA 係Daiso。哦，哇！我靠！裝超女河嚇？超女河？冇，即係自海。冇乜事啊！你媽家自己看，有時 shopping 嘅時候，係至少我有去就係你 shopping 嘅時候去買衫咯。你就講，哎呦，啲衫你貴就買買啦，我唔見話買好路啦，買好路啦。你咪講嚇 ，OK 咯，我出嚟咯，我將俾曬撕掉700幾塊仔咯。然後呢個車後我就用 YouTube 咯，哎呀死啦，冇呢個仆街啊，新界，就俾佢嚟佢我啦，唔係啊呢啲。人哋點啊？你橫亂嚇，嚇你咯！我呢個搞叫，hello。你喊你嘛？毛毛菇。嚇？那些啊，你買物件出來物件，嗰啦是裝出嚟個啫。so far 冇搬啊，應該有一個翻貨，安尼可能物件。哦。啊。安尼看好啦。嚇，แล้วขี้เจีย搬冇搬啊，較濟是 Alex 出嚟啦。你老槍？冇外搬呢。嗱，個 B 兵嚇 ，OK， 個 B 兵你就衰，我跟你講，我去新加坡嘅時候都對大出嚟㗎啦嚇，無非㗎啦都出啊，啊。OK， 個 B 兵講嚇。OK。哇街！你未聽過咩？你未聽到？我未聽到你講話，我未聽到。哎，你奇怪誒，drop 㗎啦，你真 drop。I think 嗰時 Uber 嚇。嚇掉。哎呦！哎呦！
會使，特別我名稱，一起來啦嘛，好啦，可以。咱今日我除咗隻房間佢，唔係，伊爬人踢人就聽啊，唔係。冇啦，你攝住佢袂使咩？啊，那你個寫這個字去，我就係困咯。伊去啊！你阿媽仔，我咪就頭下係困咯。未必頭下咧。啊，伊困嘅時成日縮到出嚟。伊冰來冰去嘅啦。嚇。哦。你攝因嘛估教咁聲又好啊，搞到出嚟被困教暈嘅嘛。我字去困啊。嚇，你3年都困喺面層嘅，咪多嚟。你會講咯？哦。冇愛講，我先啦，叫伊買一個 queen size 啦。同佢只做啊，嗬，同佢只做。你咪成日看到你買車，你愛講愛冚皮。別，開始時候伊教我朋友佚佗啫，我伊叫我朋友車嚟面層嘅，我朋友買車，一直卡亮過去，我朋友上落頭下。你教佢卡住我車要。聽到啊喂，聽到啊，俾我落嚟。聽到。我冇估佢會俾你聽到未？聽到。你看 drop out 後，你接來是你帶傳伊聽，你講伊食水對嘅，但係我講你看咯。水了。個別邊嘅水嚟講。即係講下先咪聽咗，我估。嚇，會使。啊，做sense啊，人啊，大媽唔記 sense 緊起嚟。又見喺度冇聽啦。冇啦，我講隻 end 到啫嘛。接落嚟啦。又見喺冇聽啦，冇嗰度都去聽咩？有啦。有啊。解啊實。有啦。好啦。解啊，先快解啊。放聽就算啦。變年過嚟4年呢。你就知啦，我去健行。我去健行吹人了，誒，你去健行吹嘅時候，塞個伊頭嘅講伊就停伊仔殼半。對。要興啊。哦，興啊。啊，特別我朋友冇興。因為佢呢就講咗，我佢呢要聽。差唔多，破坑啊，能夠了，不就魯邦啊。誒，個有差唔多要收打，咱個係咪叫佢播唱講下唱好類嘅嘢？迄隻我人吹過嘅是有啲呢嘛曉，哈 DKL 呀，我早起就去雲頂咯，我會把帶我就中去看，แล้ว我迄邊咧就看到一個真水嘅旗袍喎，迄款長衫啊，120塊，我就贏了50塊，我決定就好咗70塊。如果你暑假買咩啦？我買啦，啲雲頂買旗袍係做咩？你講你暑假買咩啦？OK， 我買啦。你講我並稱嘅嚇。我看到。你咪代佢頂嘅稱嘅嚇。行來行去，阿咪幫咪行來行去。伊乖啲，我會厝內面，然後伊會驚。我都驚去啊！嚇，去割別人嘅妹，你頭冇解滲啦，就冇啊割。呢個旗袍咪硬嘅都滯喎。咯，你咪是，你就是講去割妹啦，你去割妹人佢妹成講。我20塊，你啦，好多20塊嚇，3到4到攤平嘅你我就聽去啊咯。我甲你講啊，John， 嘛嗰時伊做嗰陣時候，直接咪嗰啲開嚟時候，行咗變打去冇可能整。冇啊！陣間開，你講個每開起來是另外一間情調重拾，情調你。想嘅。你嘅通20塊都冇，冇你可20塊本啊！特別一把酒流血嘅了你。你這店你可以一張大張200萬。你夾出來看到是，做伊櫃台做住嗰陣時200萬呢。係人可以幾個講咩啊？面罩啊你。佢個驚係講，確定你去到落來時間係話。驚咧！佢講確定嘅係話。
我熬我對隨路。熬到時間見面時間興話。行咯，哎呦，吹。OK。當感謝咱嘅收聽哈，當邊咱福建嘅 T-shirt 會使買啦，會繼續邊咱福建網頁會買啊哈，會使去邊咱福建邊咱 back 會 directly 買會使，或者你要看 size。แล้วnoise design 我反正對佢少特別情嘅，我講聽，我係 plan 啦，邊咱福建一到今年啦，是內機會。你咪攞你下掉內機會你咱嘅做隻嘅，你嘅頭子就是隻車，講得可能佢就考啊行。隻車誒，唔要緊，搞到毛估搞到吹不極端。我係 Philly 啊。第二就是對 seat 就 limited， 你唔知是30個 seat 還是35個 seat 嘅。我already 有伊個類差唔多 under 500塊是參 hotel 加 bus， 我較晚時間 announce 甲人講，這是400幾塊啦，參 hotel 大我人是唔知幾名啊，最 bus 到啲邊兩路甲去吉隆坡個大一名，แล้ว佢去食幾日，แล้ว佢夾一名這是3日到㗎啦3日。แล้วอันนี้看到แล้วสิไปที่เช็ดเชง2018年嘅時我對特別冇 gathering 啊 totally 冇 gathering because family 只講一起有啦no sorry 只講一起冇我冇只講一起我有 family affairs 我冇做 anything public แล้ว我安個對我對嘅時候我冇做 anything เป็น好見啊當然未來會俾 T-shirt 你看咩去買啊？我 T-shirt 啊，我 in limited amount 呢聊就聊啊，冇貴 in 咧。當然啦，有 T-shirt 嘅人就會真歡喜來買。當然應該是只人收談，但是啷收談咧，或者等我聽就即 recording 嘅時只人收談咧，咱就使介紹應好我了。你見人嘅 game 哦，你介紹應好我就是介紹應好我報實啲website。了時候嚇，了時我係經一個 winner， 一個 design， 一個 winner。你唔在咖喱色變比基尼咖喱色變比基尼係咪比基尼？未咖喱無水，就因為嚇伊有你發咖做時發上袂使，我愛咖喱，我袂。因為伊個 structure 會輸。我你 T-shirt 好啊，穿好，馬路咧穿啊，我應該在減肥，我減幾kilo。我穿住我邊係都好為穿，但係 after that 時候，我覺得肥我想硬啲。硬個水嘛？未，想突破多個幾日，兩幾日，未。我突破多10年咗，我真係未出過。哪吒都3年呀，你知哦？你是蝦米先哦？師母紅。冇啊，哪吒係乜就巴多，哪吒啲伊係乜巴多3年呀？姐姐你係蝦米先？唔知係咪先咧？等你出嚟咪等就估個冇出嚟，有笑。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禮拜再見。佢等緊我這禮拜特別今日就是個別冰啦，新加坡個別冰，加個อาหาร冇ทัน來。แล้วก็เตียนนะก็เจเตียนกับเอาไว้คุณแล้วเจ้าเนี่ย mattress แล้วชิวเฉิง唔是水情啊，亂叫水情是秋情。哦，秋情。แล้วก็外面換嘢啦，點我食電？係啦，就是啦，借電呀電。แล้วก็มอมอกูแล้วก็ตัวแล็บเท้าแล้วก็มันก็เจ้าคือจะแค่กูเล็งเป็งเดี๋ยว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拜。อาหารนู่นสีเจ้าว่าชิกวยอีกหกปุยเจ้าอ๋อโอเค
OK， 6月11號啊，嘟嚕啊。你講到4月愛來冇4月我就對來咯。你看啦，你教我講啊。冇，quite rush，แล้ว6月11號 Saturday。OK，啲男仔潮咗。Yes。OK，會使。OK，thank you。同埋人講有1000